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的礼拜即将开始，在礼拜开始前，有3点报告事项，请大家留意。第一个报告事项就是我们的结婚感恩礼拜，全程都有录影跟摄影，因此方便我们的同工拍照跟摄影。我请兄姐能够参加的会众呢，能够尽量的在礼拜当中，不要随意的起立，或者是移动你的座位，请大家能够配合。第二个报告事项，在礼拜当中要提醒您，手机能够设定成静音的模式，让礼拜可以顺利的进行。第三个报告事项，请兄姐在礼拜当中全程来佩戴口罩，麻烦请大家来配合，谢谢。康兆福弟兄、郭锦怡姐妹结婚感恩礼拜开始。
新娘进场，会众请起立。是不是可以送一支麦克风给我们的女方主婚人？麦克风。女方主婚人有事情要交代新郎。好，请我们好。照父，我将我的查某囝情谊交予你，你着爱好好甲伊疼惜照顾，亲像圣经所讲的，爱人如己，就是讲你疼你家己，敢若要疼你的家后共款，嘛着爱疼你的厝边。我嘛望恁以后的婚姻家庭，基督化，拢会当真正尔美满。好，女方主婚人请复位，请就位，谢谢。要不是上主建造房屋，建造者的工作就都无效；要不是上主守护城池，看守者的守卫就都徒劳。这是咱三个来吟诗学了上帝信息第2首。幸哉，幸哉，幸哉！咱大家来吟这首诗歌。现在。
众请坐。这时，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万军的耶和华，爱我们的神，感谢你以丰盛的恩典召聚我们，带领我们一同来到圣殿，同心来敬拜你。感谢天父上帝保守带领这一对站在你面前的新人，照福景怡，让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能够相识、相知、相爱。今天他们要在你和众人面前立下重要的婚姻的誓约，恳求天父上帝成为他们家庭的主，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让他们有蒙福美满的家庭，能够为你来做美好的见证，荣耀上帝的名。爱我们的天父上帝，婚姻是你所设立的，透过婚姻的制度，你赐下丰盛的恩典，让人可以经验到你所赐的喜乐以及美好，也在婚姻当中能够学习跟成长，更能够透过你所赐的儿女，把这样的恩典代代的传承下去。我们再一次把照福跟景怡交托在主你的圣手中，让他们透过今天的感恩礼拜当中来彼此的立约，也和上帝来立约，一同建立合神心意、蒙你赐福的新家庭，一生相守，携手同行天路。愿天父上帝赐福这对新人有健康的身体、丰盛的人生，以及从神而来的平安以及喜乐，使他们在婚姻的道路上，因为有你的同行而得以刚强，在各样的处境当中都能够互相的扶持，彼此的帮助，一同来服侍你，一生来跟随上帝。在遇到困难跟挑战的时候，也能够依靠上帝得胜有余，也将双方的家人、家族、亲友都交托在圣手中，一同来领受从神而来满满的赐福以及恩典。这个时候，我们以喜乐以及盼望的心，恭敬地将照福以及景怡的结婚感恩礼拜交托在主的圣手中，愿上帝带领及赐福。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这时，我们一同来攻读上帝的话语，记载于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到第8节 A 以及13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13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3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赞美，济南小诗班要赞美的诗歌是为着美丽的地面。
邀请我们所敬爱的黄春生牧师来传讲信息，爱是永不止息。首先感谢上帝，也恭喜兆福跟锦怡彼此相爱来结合在这边也恭喜我们双方的主婚人围公长老秀清牧师、郑生兄还有秀莹姐也祝福这一对新人等一下在蔡牧师的证婚底下与上帝跟众人的面前来立下这个结婚的誓约我在跟兆福跟锦怡在讨论婚礼的安排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共同选了今天所读的经文，希望我能够透过今天的经文跟这两位新人以及大家来分享这个经文我想对于兆福跟锦怡来讲，应该是有特别的感动跟喜欢。其实很多人很喜欢这一段的经文，特别是在讲到爱的时候。马丁路德金恩博士他有一个名言这样说：我们必须发现爱的力量，爱的救赎力量。一旦我们如此做，就会使这个旧的世界变成新的世界。爱是唯一的方法。因为马丁路德金恩博士他自己本身在带领黑人的人权运动的当中，他不是用暴力去面对种族的歧视，他是用爱来带领。所以他说，只有爱能够使这个旧世界变成新的世界。爱是超越，爱有它的超越性，它会超越种族的藩篱，它会超越肤色，它会超越阶级，爱也会超越时间，甚至爱也会超越地区性的。今天的婚礼，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中山北路跟中山南路的结合。感谢上帝让兆福在双连教会，锦怡在暨南教会。我一直很好奇他们两个是怎么样的认识，但是今天我们都一同见证了中山南北路的结合。我们愿上帝来祝福这对新人，特别今天要透过今天的经文一起来思考，到底神对于婚姻的教导是什么？今天的经文其实在讲的是恩赐，圣灵带给我们的恩赐。这个恩赐很重要的恩赐是爱。这段的经文里面有提到八个不符合爱的行为，另外也提到算是8个爱的行为。这8个爱的不符合爱的行为，第一个是讲到说爱是不嫉妒。不嫉妒，他在强调一个人他的内在缺乏安全感，可能对自己的长相、身材、智力、经验等等缺乏安全感，缺乏这个不满意。他的根源是在于嫉妒别人超越了自己。所以一开始跟我们讲爱是不嫉妒的时候，他其实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应该两个人的结合是一个互补的结合，在两个人的结合当中，弥补了彼此之间的欠缺，才能够使那个嫉妒的心得到弭平，才能够使两个人在一起能够彼此胜过那一个嫉妒的心。爱是不嫉妒，也不是在嫉妒别人有什么样的能力。嫉妒是破坏人际关系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腐蚀剂。一旦有人有这个嫉妒的心，他的人际关系就会陷入到混乱。所以在提醒你们两个的结合，彼此之间应该互相的在主的里面得到满全。第二个说到爱是不自夸，保罗把自夸跟张狂是放在一起，是一个很有道理的。
因为他们都点出我们自我的膨胀、抬举自己，恰到相反的，与这个嫉妒的内在的原因是相反的，一个是过度于自信，一个是过度于缺乏自信。在这个不张狂这个字眼的当中，其实就是一种膨胀的气体的意思。这个膨胀就好像台语有一句话讲啥，碰红水鸡。青蛙在遇到攻击的时候，它会膨胀自己，吹得很大，让对方怎么样？因此而打退堂鼓。有时候不张狂，其实就是在讲我们是否气势凌人，在那边只夸耀自己一样。在这边提到第4个对爱来讲是一个反面的，就是不做害羞的事情。什么是不做害羞的事情？其实按照希腊文的原文来讲，就是偏离正道。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说，爱就是不违反这个道德或者是伤害人与人之间的名誉关系等等。所以不做害羞的事情，就是在提醒我们要去懂得去尊重别人，能够建立起彼此之间好的关系。第5个，在讲到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约翰加尔文对于这个题目，他有一个精辟的解释，他这样说：保罗在此不是要我们完全不考虑自己，不需要照顾自己的需要，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是要帮助我们走出自我为中心的盲点，不求自己的益处。换句话说，我们也要关心我们身旁的人，他的欠缺，他的需要。2个人的结合，其实也是在找寻从对方的生命上面看到自己的缺乏，彼此能够互相的互补。第6个讲到爱是不轻易发怒。这个不轻易发怒，它原来的意思其实就是一种骂人跟挑衅。基督徒可以对邪恶、对不公义生气，但是基督徒对于彼此之间的关系，圣经里面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生气却不犯罪。我们不可以生气，要有节制，不能像火山爆发一样不可收拾。第7个谈到不计算人的恶。这个计算其实就是记账的意思。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牧会过程里面，有人来找牧师在讨论夫妻之间的关系，2个吵架吵得不可开交。他们来到办公室来找我谈他们的问题。太太一开始滔滔不绝地发表完毕，轮到先生的时候，他先生就讲一句话：每次有争执的时候，我太太总是给我上历史课。我以为说什么历史课，我以为我听错了。后来他的先生说，没有，就是他会把过去所有的事情都背上一遍，就是刚刚牧师所听的一样。不计算人的恶，其实就是在讲，我们不要去翻过去的旧账，因为建立的关系翻旧账，其实无济于关系的建立。我们应该彼此学习，不计算人的恶，反而要在基督里面彼此寻求上帝的同在与赦免。第8个谈到说不喜欢不义。不义的意思就是不符合真理的意思。不喜欢不义，也包括不喜欢这个是非造谣等等这些事情。接着保罗在这个经文的当中特别讲到7个正面爱的行动。如果严格算起来，应该是8个，因为有8个这个爱的反面的例子，有8个正面的例子。
特别我们要来看一下正面的例子是什么。第一个讲到说，爱是恒久忍耐。这个恒久忍耐，它在强调的是对于人的忍耐特别在情感上面的受苦的那一种忍耐，你要懂得去了解对方的焦虑，了解对方他的困境是什么。哪一种忍耐是有一种同理心的忍耐？那或许当我们要培养这个忍耐的时候，其实或许你会觉得这个很难，真的谁能够做得到呢？但是同样的，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上帝也时常用忍耐的心在帮助我们。上帝在帮助我们，特别在彼得问耶稣说：“如果有人得罪我，我应该饶恕他几次？”然后他加上了一句话说：“7次可以吗？”或许彼得觉得自己很优秀，但是为什么他会觉得自己很优秀？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习惯饶恕对方只要饶恕3次，而且他说我已经饶恕了7次，应该是算很优秀。但是耶稣回答说，乃是70个7次，也就是说，要不断的去饶恕赦免对方。这个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一个提醒，爱是恒久忍耐。第二个又提到说，爱是恩慈。这个恩慈跟消极的忍耐放在一起，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恩慈代表的是一种积极爱的行动。保罗这里想的恩慈，它是一个动词，就好像耶稣在告诉学生说，要爱你的仇敌，要善待他们。甚至耶稣也告诉他的门徒说，要借给人的时候不指望偿还，这个叫做恩慈。第三个，要喜欢真理，它也可以翻译成被真理喜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被耶稣喜欢，或者是喜欢耶稣，喜欢真理，这两个在婚姻的过程当中，彼此之间都是要以神为中心的。接下来第4个说到凡事包容，这个包容和忍耐有些相似，但是忍耐的对象是不可爱的罪人，但是包容呢，比较偏重于不愉快的心情、不愉快的环境，可以包容这一切。讲到爱，凡事相信，这个相信是放在关系上面，彼此之间要能够有互信的基础，而不是猜疑猜忌。因为猜疑猜忌是破坏人际关系很大的一个毒瘤。在这边提到凡事相信，彼此之间要建立起那一个爱的关系，就是必须要用相信来建立。接着第6个再讲到凡事盼望，保罗这里强调的盼望是着重于人际关系上面，而不是着重于福音的那一种永生的盼望。所谓的盼望，就是盼望能够使他所爱的人得到安慰，使他所爱的人能够得到扶持、尊重与相信。这个凡事盼望在关系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能够让对方感受到我前面是有盼望的，无论在工作上面的盼望，无论是在将来的盼望，有了小孩之后，对于家庭有美好的一个人生的规划，这样的盼望。在第7个又讲到凡事忍耐，这边讲到凡事忍耐，其实跟第1个是重复的。这个忍耐，爱的真谛从忍耐开始，也从忍耐来结束。但是最后还加了一句话：爱是永不止息。这个爱是永不止息，在提醒我们，上帝才是永恒的爱。在上帝里面，我们才能够有能力彼此的相爱。
也透过上帝的爱，永不止息的爱，在我们的当中。最后在13节里面提醒我们，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3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这个爱是来自于神的爱，你们必须要以这个爱来建立起好的关系，因为这好的关系会为你们的生命带来祝福，为了你们的婚姻生活带来神永恒的盼望与祝福。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再次透过你的话语来学习爱的功课，也愿你来祝福兆福与锦怡他们的结合，愿你透过你的牧者的证婚，祝福这一对新人的结合。我们将这对新人交托仰望在神你神圣的手中扶持，也愿你看顾他们两方的家庭，能够在今天起成为一家人，彼此的扶持，也帮助这对新人他们在建立家庭当中扶持他们，陪伴着他们。我们将这对新人交托仰望在神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兆福锦怡，你们听过春生牧师用短短的20几分钟所传讲的爱的真谛，但是你们要用一生的时间去实践爱的功课。愿上帝赐福保守眷顾你们。你们如果诚心愿意在上帝面前立下你们的誓约，这时候牧师要帮助你们来做誓约。首先，我们请兆福来对锦怡说出你的誓约誓词。锦怡，有一个都市传说，说如果当伴郎当超过3次之后，就会一辈子单身。然后当时我听到这个传说的时候，我已经当到第8次伴郎了。在遇见你之前，我不认为我是一个会结婚的人，尤其是看我很多好朋友婚姻，我知道经营一个婚姻是非常困难的。那这个困难并不是嘴巴讲讲而已。感谢上帝让我遇见你，我才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与我如此像的人，一样的囧，一样的重承诺。然后谢谢你选择与我相伴，愿意与我度过潮起潮落。我会学习成为一个好的丈夫，希望能让你成为最幸福的人。亲爱的康，当我问你什么是最能够代表你的一个字词的时候，我以为你会说温柔的阿宅、黄金单身汉很帅这一类的话，但你只告诉我了一个字，那就是你刚刚说的囧。这个答案很囧，但是我知道你一点都不浮夸，因为你这个人就真的囧囧的。但你知道吗？正是因为你的人生囧囧的，有这些，有的时候有点好笑，有一点无奈，有的时候没有像预期的样子，你才变成今天的样子。而今天的这个你，正是我所爱的。你在威武的外表下面，
藏着一颗比我还要细腻的心。你善解人意，你很善良，有原则。最重要的是，你心中有神，对人有爱，是一个很有温度的人。我曾向上帝祷告，另外一半拥有的特质，上帝都为我预备了在你的身上。我真的感谢上帝，把你放到我的生命中，让我们相遇、相爱，未来一起组成家庭。未来我们携手的日子，会不会继续囧下去？不好说。但我知道，只要上帝同在，只要我们相爱，只要我们同心，是晴天是雨天，是风是雨，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会是祝福。很期待跟你一起共治的未来。收起来哈，彼此交换一下，收起来。要时常拿出来复习哈。好，这时候已经听过你们的誓词，如果你们彼此相爱，愿意结合，请用右手互握来立誓。康兆福，你确信这个婚姻是从上帝所配合，并且愿意承认接纳郭景怡做你的妻子吗？我愿意。上帝使你活在世上，你当常常以温柔端正的行为来照顾疼惜你的妻子，敬爱她，唯独与她住在一起，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并尊重他的家族为你的家族，尽力孝敬，尽你一生做丈夫的本分。你在上帝和众人面前是否愿意如此做？我愿意。接着来做新娘的誓词。郭景怡，你确信这个婚姻是上帝所配合，愿意承认接纳康兆福做你的丈夫吗？我愿意。上帝使你活在世上，你当常以温柔端庄的行为顺服你的丈夫，照顾他，疼惜他，敬爱他，帮助他，唯独与他同住，一起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并且尊重他的家族为你的家族，尽力孝敬，尽你一生做妻子的本分。你在上帝和众人面前是否愿意这样做？我愿意。现在你们两人在上帝和众人面前已经缔结这重要的盟约，你们当时常照约彼此相待，才能加添你们的福分，并使人得益处。现在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们合婚，成为夫妻。上帝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愿上主赐福保护你们，愿上主的眼光照你们。愿上主欢喜的脸看顾你们，赐你们平安。阿们。这时候牧师要带你们一起祷告。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也赏赐一切美好给我们，我们为此献上感谢。今天因着你美好的计划与旨意，让兆福、让景怡在你的面前誓约成为夫妇。主啊，愿你使他们分别为圣，扶持照顾他们，借着你所赏赐一切的恩典，让他们新成立的家庭因此蒙福，能够同甘共苦，永远相爱，百年偕老。
我们也恳求您帮助他们在建立家庭的过程当中，顺从主的旨意，服侍你的圣国，并且让他们的生命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恳求主，你加添福气在他们身上，并且也使我们因为信心的缘故领受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接杀。你们不必保持安全距离。亲一下好了。好，现在请你们两位点上同心烛。夫妻共点同心烛，从此快乐又幸福。这时，新人要感谢双方的父母。我们先请景怡先来谢爸爸妈妈，谢谢爸爸妈妈。对，好，麦克风。亲爱的爸爸妈妈，从小你们给我最好的生活，最好的教育，最多的爱，让我成为一个富足的人，有满满的安全感，满满的爱。你们总是把最好的留给我跟哥哥，无怨无悔的为我们付出，给我们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过好的。学音乐的路不容易，但是你们甘之如饴，听我练琴，
参加我每一场表演，每天接送我上下学，放假带我和哥哥到处游山玩水，参加各种活动，让我前半生丰富快乐。能成为你们的女儿，是神给我这辈子最大的祝福，最大的礼物。以后我要组成新家庭了，我会带给你们给我的祝福，把这份爱延续下去。谢谢你们，我爱你们。好，接下来要感谢兆福的爸爸跟妈妈。感谢上帝让我出生在这个家庭，我觉得很幸福，我觉得真的很幸福。长大后离开你们的保护伞，我才发现一个人生活很不容易，更不用说维持一个家庭需要付出的更多。谢谢你们养育我，还有照顾我。我知道我是一个很不受控的孩子，因为你们让我有勇气进入人生下一个阶段。我会向你们学习，走在上帝的道路。我爱你们。这时候，暨南小诗班要唱祝福的诗歌《爱的真谛》奇异恩典组曲。
接下来的祝词要邀请陈宽义牧师。平安。今仔日入来教会的时阵，我看到法官，我煞惊一个。原来是叫我讲祝词，因两个人叫我讲的是免礼啦，所以我准备了2张 A4， 所以你得要站8分钟以上，不好意思哈。康家、郭家双方主婚人，各位亲友、各位来宾、各位主内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首先呢，我要感谢2位亲人，在这么紧凑的程序单里面，还愿意挤出一点时间，给我机会来为他们2个人的婚礼说几句祝福勉励的话。谢谢你们。从小就长得很好看的景怡，是在我们教会长大的孩子。他跟我的儿子子恩呢，是师大附中前后期的学长学妹。老实说，我跟玉贤也一度想过了，我们跟秀莹姐这么熟哈，如果能够互相做一点内线交易，自肥一下，收来当女儿媳妇，实在也是不错。不过当然孩子们都不知道，后来他们有各自的发展，像爸爸妈妈这种私心的八卦，就当成我们2个人茶余饭后的笑话。不料去年有某一天，我忽然接到景怡的电话，询问我们可不可以当她跟她的男朋友的婚前辅导。由于我跟玉贤一向是把有缘能够跟我们一起同行的婚辅对象当成我们自己的儿女，希望能够陪他们做一生的陪伴。所以虽然有点意外，但是这种自愿上钩的好事，当然我们就欣然同意了。第一次看见康康，是在婚辅程序启动前的第一次的参会，应该是在搜狗吧，忠孝搜狗哈。会谈之间回答了刚刚黄牧师的问题。他们是在基督徒的交友网站 CMB 上认识的。接着呢，他们就进一步的交往，偷偷的牵了手，到最后呢，他们就决定结婚。前后呢，用了1年半的时间。老实说，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因为这对帅哥美女除了看起来真的很搭，2个人的兴趣跟信仰各方面，感觉上都实在很 match。我不禁赞叹。果然，电脑镜诶，比我们这个年代用碰运气、靠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来的精准，确实也有效多了。康康开始很避暑了，避暑，但稍微跟他熟一点以后呢，他就很坦白、很坦诚自然。在分享为什么喜欢对方的时候，双方都说对方能让我做自己。对吧？相处起来很自在，他们也都欣赏对方的真诚、善良，还有在价值信仰上的契合。特别是他们说沟通起来很舒服，又没有障碍。锦怡看康康是个理性却不失浪漫幽默的人。康康看锦怡，他说他看起来虽然傻傻单纯贴心，但是谈到她的音乐治疗专业的时候，却是一个自信十足的女人。总之，无论怎么看，怎么对比条件，我们都说是天造地设，堪称完美的一对。接着要讲不好的话，不过在前几次的对话里面，我跟玉贤姐总有个感觉，就是他们在分享的时候，说我这个字。也就是说，我有什么，我觉得，我想要，我认为，这种我的时间还是太多。他们对彼此很客气，有时候呢，
又刻意要表达对对方的尊重跟让步，看不出来曾经有过比较激烈的沟通，不太像是准备好要结婚的样子。我们的经验是，尤其是越接近结婚的日子，开始要面对真正的现实的时候，一般会有比较有张力的深度沟通了，就是吵架的意思了。所以呢，我记得我对他们说，你们应该要有更坦诚、更没有化妆过的沟通，要吵过真正有建设性的架。这种吵过真正面对现实以后那种有建设性的架才行。刚开始他们2个人都跟我说，他们怎么吵都吵不起来。感谢主，最后2次的辅导对话里面，我们才稍微看见一些像是来自心里的火花。在座的各位一定会说，你们这种婚姻辅导有点怪怪的，怎么有人劝人家吵架的呢？我是研究那个冲突理论的人哈。不过你问在座的已经结婚的前辈了，所有人都会告诉你，天下没有夫妻不吵架的，除非已经对对方麻木，或者是心灰意冷。每一次的吵架，如果能够帮助我们自己更了解对方到底在乎什么，知道我们2个人生活不仅不是只能关心自己在乎什么的时候，那么在这样子的张力里面，真正愿意试着为了爱的缘故，放下我们的面子问题，甘愿试着用谦卑、温柔、忍耐来互相宽容，来互相道歉。那么吵这种叫做有建设性的架，将会一次一次的帮助我们通过破碎自己原来的骄傲、不耐烦、自我中心，来互相成为对方的慰助者，来渐渐达成一种愿意先为对方舍己的合一。而我跟大家讲过，这种在爱里的合一，要成为神祝福万民的礼物典范，就是一种 sample。人看到你们的生活，就会知道天堂长什么样子。我们基督徒看婚姻跟家庭，是来自于创世纪里面上帝的话为原点。在创世纪第2章里面，上帝因为看那人独居不好，就说我要找一个慰助者来帮助他。所有的婚姻都从这个经文来展开的。因此，婚姻是上帝的呼召。我们的上帝从最起初就把人的婚姻，在人的婚姻当中安置了他要人能够回到乐园的计划。通过婚姻，他要让我们这些人在婚姻中被破碎、被改变，在于你们每一个人的自我中心的拼搏当中，学习什么叫做舍己谦卑，变得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有机会在这个世界里面，以复活得救的生命样式来过在地如天的日子。对基督徒来说，结婚是一种呼召，而我们被呼召，不是因为我们的条件有多好，有多 match， 以至于我们配得上帝给我们这种呼召。上帝呼召人走上婚姻，是为了让我们有机会在婚姻生活里面真正成为一对得救的人，一个得救的家庭。透过这样子，我们要来祝福万民。所以我今天要特别对景怡说话。那天记得在签约的时候嘛，我们最后都要签个名这样。我会拿正本，他们会拿副本这样。我有问他们说，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他们说没有后悔，就签名。我要跟你说，进入婚姻其实是一件不合算的事情，因为你要用你的青春，用你一生坚定不移的爱，去爱一个不完全的男人。因为如果他完全，上帝就不需要给他一个配偶来慰助他。就是因为他独居不好，没有办法完成上帝要给他的使命，所以上帝才呼召景怡来帮助康康的。
康康进入婚姻也不是合算的事情，因为你得要决志，真正的离开父母，从父母的保护下离开，跟景怡联合，你要历经汗流满面才得温饱，要在得与失，在抓与放，在笑与泪之间，通过景怡的安慰、鼓励、牵手跟扶持，如此你才有机会明白人的有限与自己在上帝面前的位置。接着你才有可能安然的用这样的理解，在这个世界里面，真正的用喜乐和平的心来跟上帝的同工，去帮助、去祝福你周边的人，帮助他们去看见恩典，去看见拯救，去看见天堂。一直觉得现代人经营婚姻比较像是做生意，人们喜欢将所有的焦点都放在婚前，他们不计成本，投入时间、精神，有时候半夜起来陪着他上山下海，看月亮、数星星，抱着手机从日落讲到天明都没有问题。但是一旦进入婚姻里面，却常常很在乎损益平衡点，每天都要检查损益表，总觉得在婚姻跟爱情里面，我多输了一些，我会吃亏的，会被对方占了便宜，所以我每次要付出钱呢，就看看对方付出多少，我再来评估自己要付出的百分比。结果呢，应该要付出100%的两个人，一开始我们就站在50%的中线上，彼此观望，看来看去，觉得对方怎么看都比我少付出一些，所以我们开始从50%开始往后退，变成40%、30%，最后心冷，不再为对方付出。这种争谁多谁少，谁要顺服谁的婚姻，要怎么样维持得下去？不过对基督教道理了解的人就知道，在基督教里面，很多事情都跟这个世界所认定的标准是相反。基督教说生命是一种出死入生的生命，是要求人要从世界的价值先死了，才能因为学习活在耶稣那种生命形式里面，来得到真正的生命。基督教所说的得，就是为对方甘愿先舍弃一切，因为对方得到的好处，我就心满意足的那种得。基督徒所说的爱，是先确定，不是那种先确定好自己的利益，然后我出手才要去爱的那种爱，而是先想到对方，先为对方舍命的爱。因为这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自己用行动亲自走进世界，走向他爱的人群，为世人诠释真正的爱的内容，就是甘愿舍己，让人能够得到生命的那种爱。这种爱呢，就是先放下自己，先把自己给出去，是100%没有二心的完全付出，是为对方着想。所以康康景怡，当你们都甘愿为对方，为你们所要组成的家庭，完全的把100%把自己投入，那么你们就有机会在200%的爱里面，去经历那个起初亚当第一次看见那个女人，就赞叹说：“你真的是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种合一的美好。”还记得在婚辅的最后一天，我会请你们2个人找出你们共同立志要放在他们的婚姻当中的一段经文，一段上帝的话。他们各自选了马太福音5章14节，你们要做世上的光，还有今天的哥林多前书13章爱的真谛，还有这个约翰一书4章19节。最后呢，他们决定哥林多前书13章就留给婚礼。那么约翰福音一书4章19节呢，约翰一书4章19节就作为他们自己的座右铭。这一小段话非常的精彩。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很简单哈，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觉得选得真好。
没有错。上帝不变的爱，耶稣舍己的恩典，才是婚姻中的爱能够长长久久的源头。在康康景怡被呼召的婚姻里面，上帝要通过你们两个人，甘愿用放下自己，以基督为中心，做你们每一天生活方式的励志跟盟约。透过这样子，上帝要进入你们当中，来拯救你们，操练你们，扶持你们，引导你们，帮助你们从每一天动态的舍己相爱的团契生活开始，不断的练习，将彼此的爱连接在主耶稣基督永恒不变的爱里面。透过你们在生活里面不断的互相提醒，也自我提醒，不断的学着付出、给予、舍己，活在那种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生活当中。如果你们这样做，你们的爱就能安然面对将来人生的起伏，能够很自在的品尝人生的冷暖，让你们不管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你们都得到从天而来的和平，都有安息，都愿意每一天持守今天我们在上帝跟众人面前的约定，愿意牵着你们两个人彼此的手，跟着耶稣共同走向那个让我们得着真正和平安息的这段真爱旅程的终点。而当你们两个人能在未来的每一天都活在这样在爱里合一、享受和平与安息的日子里面，世人会看见你们竟然能够超越时间的考验，真诚的彼此相爱，就会因为看见你们的爱，欢喜认耶稣做他们的救主，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团契，能够天天与你们同在。谢谢你们。这时候，邀请我们南方主分人康伟公长老上台致感谢词。蔡牧师、黄牧师、美基长老。各位牧长，各位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各位亲爱的亲朋好友，大家平安。我是新郎的爸爸，在这个地方要说感谢的话。很早以前，我就跟洪牧师常常为了孩子的婚姻来祷告，我们祈求上帝赐给他们一位爱主的姐妹，成为他们终身的伴侣。我们也为未来的媳妇来祷告。虽然我们不知道她是谁，或者在什么地方，但是我们就是凭着信心的在祷告，恳求上帝也保守未来的媳妇，她在身心灵都得到健壮。在2018年，赵虎从美国回到台湾。那时候身为父母的我们很迫切的希望说他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头找到合适的对象。有许多的好朋友很热心的介绍，但是都没有成功。赵虎就拜托我们说不要再帮他们介绍了，不要。他说他觉得一个人生活很好，我们只好转向上帝，恳求上帝在对的时间，在对的地点，将那对的姐妹，让她和赵虎相认识，能够彼此喜欢，进而相爱，然后携手走人生的道路。我们有祷告，但是也要有交托就是刚刚黄牧师说，凡事要相信，凡事盼望。我们终于盼望到中山北路跟中山南路接在一起了。今天我站在这个地方，那回头看这一切，
上帝成就了这一切的美事。所以，我们首先要将这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阿爸父。其次，我要感谢郭爸爸、郭妈妈，应该现在要改口成请给陈。我认识景怡没有很久的时间，我从景怡的口中知道，郭家跟我们一样，都很看重亲情，很重视儿女的教育。景怡在父母亲的培育底下，除了音乐的造诣以外，更有善良而且很愿意服侍的心。我知道他在教会里头有很多很好的服侍，他也很关心弱势的团体，而且是以实质在音乐上面给他们实质的一个帮助。就像罕见疾病团体他常常在为他们伴奏，这是我知道的，因为他们每个礼拜六都在双联教会805教室练习，就在我们男生合唱团前面的一个团体。那今天其实有很多罕见疾病的朋友也要组团来，为他们献诗，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他们今天没有过来。我也知道景怡跟他的一些朋友现在要发展音乐治疗，在这一块在台湾目前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所以愿上帝带领他前面的道路。双联教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家没有女儿，我只有2个儿子，今天都站在台前，一个是新郎，一个是伴郎。那今天很高兴，我们终于有一个女儿了。那我也恭喜郭爸爸跟郭妈妈，你们今天也多了一个儿子。这10几年来，兆福在美国，他不管是在学业上面，或是在事业上面，都经历了非常辛苦的熬练。那这些都成为他成长的记号，而且再加上他本性忠厚老实，兆福也是一个很好的儿子。今天谢谢黄牧师的主理，蔡牧师的正道，美基长老的诗会，也谢谢陈宽义牧师的勉励。陈宽义牧师跟玉贤长老是这2位小孩的辅导。有几次我在台湾神学院董事会上面遇到宽义牧师，很想当面跟他道谢，可是宽义牧师总是来匆匆去匆匆，我都一直都没这个机会。今天趁这个机会当面向陈牧师来道谢，谢谢你成为这2个孩子很好的帮助。也谢谢弘毅执事今天的接送，谢谢暨南小四班，你们临危受命，而且给我们非常像天籁一样的这个歌声。谢谢音乐同工，你们情义相挺，在这个疫情期间你们愿意来这样子帮助。也谢谢所有幕后的同工，你们的付出与摆上。谢谢今天所有来参加感恩礼拜的弟兄姐妹和亲朋好友，谢谢你们冒着疫情来祝福我们。若是我有遗漏的、没有念到的，我也一并在这个地方向你们道谢。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天上的阿爸父。接下来有几件报告事项，要请我们所有的会众能够留意。第一个报告事项，新人今天有准备了精美的餐盒，要赠送给每一位参加结婚感恩礼拜的兄姐以及贵宾，所以请大家在我们待会礼拜结束后拍照之后，再来到我们后方的柜台来领取，方便我们整个拍照流程的顺利。麻烦请大家能够配合，谢谢。
第二个部分是我们拍照的流程的部分，因为今天外面拍照地方呢比较不适合，所以我们会选择在室内拍团体照。因此呢，待会我们拍团体照的时候，等新郎新娘退场之后，他们会再回到我们的礼拜堂里面。因此呢，我们的摄影会从前方往后方照。这时候要麻烦我们的团体照的部分，要请我们的暨南小诗班还有我们的乐团能够到走道的位置来一起合影，这样子不知道是否方便。好，团体照之后呢，第一个顺位就是先请我们的暨南小诗班以及我们的乐团首先一起跟新郎新娘一起合照，之后呢再按照我们程序单上面的双方主婚人、男方的亲属，再来是女方的亲属，接下来是双联教会，接着是暨南教会以及男方的朋友，再来就是女方的朋友，能够照着这个顺序由我这边来做安排，我们一起来做合影，大家是否 OK？ 好，感谢主。这时候呢，我们要一同来唱诗歌，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请起立。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恩惠平安从我们上帝的父，并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信心、希望、仁爱充满你们，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新郎新娘退场。起来！
贵重请坐，我们准备来拍团体照喽。那我们牧师也请到台下，我们的暨南小诗班也到我们的走道的位置。可是新郎新娘还没进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新郎跟新娘到台前？哦不。那我们等新郎新娘进场，我们再到走道好吗？好，请稍等一下。